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0月19公视台台的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今仔日又搁新增加5站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病例，尤其有3个拢是隔开的期间到才来验出病毒。10月初8，咱国派驻斐济共和国的代表处，当咧庆祝双十节的时，煞有2个中国大使馆的人员入去咱的会场起卡动手。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南口中科领先全世界研究预测中风甚至是色记症新的技术。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又搁新增加5站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病例，2个是按菲律宾来，另外3个是对法国、印尼、俄罗斯入境。尤其这内面，阁有3个患者，拢是隔开14天的期间到才来验出病毒。目前国内拢总是540站病例。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罗一军医师上盖新的说明。今天有新增确诊5例的境外移入的病例，案号是从536到540，那其中有包括3位这个都是检疫期满检验的时候阳性而确诊那因为并没有进入社区。那另外有2例的话，则是在入境之后采检确诊的。536是本国籍的一个20多岁的男性，长期在法国工作。目前针对他同班机前后2排的6位乘客会列为居家隔离。案540是一个俄罗斯籍10多岁的一个女性那她是算是一个境外生因为她要就学，所以从10月9号入境台湾，是在居家检疫的期间呢，10月16号出现味觉丧失的情形，那经过安排采检确诊。其实她是从俄罗斯经过土耳其然后在土耳其当地有稍微就是旅游之后，才坐飞机到台湾所以目前其实可能感染的来源呢是有俄罗斯，也有可能是土耳其。过来关心，当有外国媒体报讲，10月初8，咱国派驻南太平洋斐济共和国的代表处，当伫咧庆祝双十节的时，煞有2个中国大使馆的人员入去会场扰乱，甚至甲咱起卡动手。早起外交部陈浩仁处长也承认，这确实有影。咱嘛已经通知所有派出国的人员，中国的外交手段愈来愈无照情理，咱就要提高警戒。台湾驻斐济代表处的官方网站顶端抛出这个月初8伫当地举办国庆酒会相片，台湾驻斐济代表李倩怡伫台顶致辞，还有外国宾客摕手机翕相，气氛真好。若是外国媒体亚太报道19报道讲，酒会顶端有2个中国的外交人员走入来，甚至是动手攻击台湾代表处的成员。针对这件代志，外交部政处陈浩仁19伫立法院备询的时阵证实，若是台湾的代表处已经甲认证物证交予斐济政府，并且对后续的处理方式。老实说，这还很少见是不是代表普遍的行为或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我们还在观察当中。不过，对于中方的外交人员这种非理性的做法，我们予以谴责。类似骚扰，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到底斐济的政要有什么人来参加。我们的驻管的人员呢，请他们离开，他们离开以后没多久又跑回来，这个时候就稍微有一点比较严重的冲突，就推撞。外交部指出，目前中方人员无要求外交豁免权，毋过台湾人员有1个人头受伤送病院，其他人员嘛去病院验伤。外交部嘛强调讲，已经通知所有驻外大使馆，必须要特别注意中国战狼外交以攻击性愈来愈强的方式，危害到台湾外管的活动。若是针对台美双边贸易谈判甲规划，立委质询的时阵讲到，因为纽约时报顶一日报道，美国贸易代表罗海德对中国的态度软软，感谢造成美台贸易谈判的障碍。外交部是否认，他并没有说不跟台湾来谈，他这个只是在等一个确切的时机。具体的谈判还是回到 UST 要洽签贸易协定，还回到 UST， 那又回到体法了。是。张浩仁嘛指出，体法对2016年到达一直无法度重新启动的原因，就是莱克多巴胺，即马开放内地进口，确实会增加体法重新启动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2天，香港的媒体报道讲，中国伫东南沿海的军事基地已经换布置东风17这款先进的超音速飞弹，莫非毋若要恐吓台湾，连美国、日本也要攻击参落去。总是咱国的国防部表示，一切有掌握当中。另外，军方当地咧试办军人的考证装连歹就会淘汰。毋过新规定要求中官都要负担连带责任，这阵引起社会各界伫咧议论。
根据香港媒体南华早报的报道，共军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台南烟花飞弹基地已经升级做先进的东风17超音速飞弹。针对这点，国防部回应讲，对共军相关的动态拢有充分的掌握。国军会依照敌情的威胁变化以及建军的规划，持续强化防御的战力以及战备准备的作为，来确保国土的安全。去年中国建政70周年大阅兵，东风17超音速飞弹头一届公开。香港媒体10日报道，解放军会甲部署伫东南烟花，来豆豆取代部署几十年的东风11甲东风15飞弹，还佫发布卫星图的相片，来证明福建省甲广东省的陆战队，还佫有火箭军基地，这几年拢已经扩建。东风17射程达到1800公里，恐惊连日本的美军行四号基地，拢伫个射程范围内底。它所代表不只是攻击这个台湾陆上的这种高价值目标，更重要是对于说可能驰援的美军这种力量构成严重的威胁，比如说在陆基的航空部队或者海军的这种航舰打击群等等。另外，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官方微博发布一段主题合作出征世事画面的影片。士兵伫画面最后话讲要全力拍赢对手，不过伫影片当中，指挥台的活动名称却互砍掉了。去互部分的网友质疑讲，影片可能是假的。面对解放军的文攻武吓，国军除了持续巩固，嘛家己筹备新型的精准弹药，还佫提出国军纪律改革专案，确保兵上以下的人都要倒台，提升效率。不过因为连坐法的关键，引起各界的讨论。所以现在我们让军纪去把它提升，千万不要又走回老路，变成是连坐的做法，反而让好的长官受到不应该受的这个处分。国防部嘛不会回讲，军纪改革是为着检讨责任，军队是有组织爱发挥战力的团体，战场的主官爱负起领导的责任，因为安尼改革的目的是为着把优秀的留落来，甲无效的淘汰。12月底会检讨试行的状况了后，佮颁布专案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先来讲2当前代替普悠玛列车伫苏澳冰车。早起国家运输安全调查委员会公布报告，调查出50站大细项的问题，也有一日提醒铁路局就要改善。也有亲人伫迄边的意外牺牲的人士嘛表示讲，虽然即摆的报告已经无像顶回，甲责任拢下予司机一个人担当，总是其中有的内容说明了嘛也无够详细。运安会原本早起10点，敢若伫咧官方网站公布代替普悠玛事故调查书面报告。早起10点半，临时决定讲要召开记者会来说明。昨天我也看到几个家属，多数并不是所有家属，同样表达，他们认为，我们召开记者会，反而他们更期待。那既然我们原来的体恤的方向跟他们期待的有落差的话，我们运安会愿意从善如流。运安会主委杨宏迪强调讲，因为运输调查法20条有规范，才会请罹难者的家属签保密条约，毋过有少数家属歹签，嘛袂去影响到当天参加说明会的权益。运安会调查结果总共公布50项问题，直接失事的原因包括司机员操作、调度员、甲检查员、协助员等等的因素，代替无落实管理，而且提供27项改善建议。我们的司机员接到很多的通联，所以司机员一方面要看他的仪表板，一方面要听外面的指示，所以我们也看得到司机员在各种压力下，假如他又是2线的司机员来开1线的车，那这样的风险更高。有家属认为，讲报告大部分拢会当接受，虽然不完整，也是有真侪疑点需要详细调查。没有像第一次一样就是说，把这个究责全部归咎于司机的一个人的那个就是司机超速，那么这个是还可以算是有比较改善的地方。那至于其他的呢，我们问的问题，运安会几乎是以第一次的报告，然后再把它更详细的解释而已。原本应该准时公布的报告，早起10点到10点半，官方网站所开不起来。由方伫驳回，敢若是病款的问题，目前已经解决。运安会后续卖依法协助行政院进行相关的改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
我来讲，顶日啊，农委会宣布讲，桃园新竹苗栗范围内19000几公顷的田园停止灌溉，农民若是种万冬稻啊，1公顷会当补偿14万块。早起陈吉中主委嘛，搁再说明讲，包含果子、杂穀菜色，这嘛拢有补偿，明仔后日就会公布详细。我们在上星期已经宣布种水稻，那每公顷14万元。至于其他的作物，包括蔬菜、水果、杂粮，全部都有补偿，而且补偿最快明天或后天就会对外来公布。镜头看到服务台头前排咧要来申请补偿的农民是未少。早起农委会陈吉中主委来到竹北，了解补偿办理的情形，嘛说明讲，当若是停止灌溉的范围内，无论稻啊、菜色也是果子、杂穀，拢会用上界有利的条件来办理。就算过来天气的变化，雨水若渐渐较有，补偿农民的金额也未改变。顶礼拜，国民党的立委伫立法院有临时提案讲，类似的是有落到 Rectobamin 这款正肉精的美国猪肉，若是要进口，就要另外列一款编号。早起经济部王美花部长面对立委咧探问，表明目前是无甲一国会针对单独一种动物体内的药剂，另外定货物的编号，这完全都无合国际的规矩，做袂行。经济部长王美花针对新增有来自美猪的货品分类号列，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针对内地敢是有成立新会号的必要性。王美花强调，政府未对内地成立新会号，因为无任何一个国家针对内资成立会号，只会增加贸易障碍，伫 WTO 的必挑战。会不会符合到 WTO？ 会不会有所谓设定贸易障碍？这个相关的检疫的规定哈，为什么非常强调这些国民待遇不歧视跟必要性的这个原则？就是不希望造成不必要的贸易障碍。那如果违反，确实是会有违反 WTO 的问题。王美花强调，台美洽签 BTA 是目标，不过伫台湾国际贸易上需要符合国际规范，继续解除障碍。面对立委质询，台美洽签双边贸易协定是停表，王美花并无正面回应。PTA， 你告诉我们说，8月28号公布，明年1月1号上路，目的就是要让 PTA 能够签。你认为什么时候要签？台湾到现在我们还在审查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对长久以来这一件事情美牛美猪这个不解决，造成非常大的障碍。另外，有来自美猪，敢是也有搁开公听会必要性。王美花回应，进前已经有非常侪讨论，资讯也互社会大众充分了解。目前到伫立法院审查，后续就看规定，经济部希望以原本时停，伫明年的1月初1开放进口。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先来讲越南中部当咧做大水，昨一搭平安夜去互走山的土石一阵一阵淹落去，22个军人活台。政府也表示，这是有史以来军方因为水灾上界惨重的损失。另外，泰国东北边也是绵连日的雨水，地区真侪田园厝体拢总淹去，连交通都拢照断，只有是靠用白啊载日用品入去灾区救援。怪手长时间拼死伫学，上无22个军人直接起hướng活台，已经找到部分罹难者的遗体，而且伫咧搜救人员拼死伫救的时阵，驻深的官员嘛警告，未来几啊天会继续落雨，可能有更较侪土石流来发生，必须要有更较安全的救难方式来应对。越南政府表示，这件意外可能是越南军方对抗水灾当中损失上重的事件。18越南工地省第4军区的一个军营发生土石流，地方官员表示，到当天透早2点左右，已经发生4、5起，听到土石放落的声音，就若像是炸弹爆炸。其实，伫咧1礼拜前，当地才发生土石流，有13个人罹难。根据官方媒体报道，工地省真侪条河的水位变悬，是过去20多年以来上悬。越南中部伫这个月初开始一直落大雨，过去1礼拜发生真侪件水灾甲土石流，上无已经互70个人无命。泰国东部和乐府往南桥的水库做大水，部分爆发崩去，政府必须下水来营运。附近有40栋厝去互水淹掉，当地居民的生活受到威胁，救援人员必须用船啊载物资入去救援。คือได้ผลกระทบคือว่าทางสัญจรไปมามันก็ไปไม่สะดวก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ทางมันขาดแล้วต่อไปก็น้ำจะไม่มีใช้ทำประปาในหมู่บ้านครับ附近几个地区嘛面对真严重的水灾，包括东部沙礁府甲巴珍府。居民希望雨会当较消退，毋过政府估计泰国未来几日天也是会继续落雨。
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10月初，法国一个中学的老师教课的时，因为提出过去人所话点伫咧考西伊斯兰教先知的红仔图，引带学生来讨论，结果刷起伊斯兰教的极端人士压倒甲头壳站落来。但已经引起真侪民众游行，望政府都要保护言论自由。法国政府确实已经一直咧甲可能牵涉到恐怖行动的外国人遣送出境了。这是案件发生的时阵，附近民众翕到的画面，显示警方苦劝嫌犯投降无成功了后，甲嫌犯激烈的冲突，尾手甲嫌犯打死的过程。代志发生的隔当天，当地民众少年刷去不幸过身的老师萨姆尔·帕提在生咧驾车学校，表达心中的哀悼。C'est gentil, ça. Il était gentil avec nous. Je sais pas pourquoi ça s'est passé. On se sent en colère, on se sent révolté, on est triste, écœuré. 巴黎市区有规模搁较大的示威活动，共和国的大厅人是客甲吵，有人举标语写讲，咱拢是萨姆尔，表达声援教学，还佫有言论的自由。嘛有人举法国的国旗，唱国歌《马赛进行曲》。也若政府的反应，总统马克宏除了16日咧案件发生迄暗去巡视现场，18嘛调集相关的首长紧急讨论会议，而且做出遣返外国籍、激进分子的行动。法国政府对列管队中的抗议人士有一份随时会当调整的反恐预防名单，目前这份黑名单顶悬有超过850个非法的移民，红认为讲可能会参与恐怖活动。其中有180个人当伫各地去互关押，另外还有51个人按算伫最近嘛会去互抓。这批拢总231个人的疑似极端分子，是法国政府会优先甲伊赶出法国的对象。美联社等等的媒体报道指出，伫16案件发生进前，法国政府就准备甲黑名单顶悬抗议的人士遣送出境。内政部长达曼尼顶礼拜就访问摩洛哥，要求因接受要互赶出去的摩洛哥籍恐怖分子嫌犯。了后，达曼尼嘛访问共款伫北非的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等等的国家，提出共款的要求。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关心欧洲武汉肺炎的情形日益严重。10月18日，意大利通报新增加11000几人染病，打破过去的纪录。瑞士也已经超过1800人不幸过往。这两国拢开始强制要求民众公共场所喙炎一定爱挂。另外，俄罗斯近来这几日，逐天都加超过15000个病例。不过政府当局哪像无搁加强封锁。意大利卫生部18通报过去24点钟单日新增确诊超过1.1万例，创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新冠纪录。当局已经下令采取新防疫措施，包括民众伫公共场所强制挂喙罨。前一天伫罗马街仔已经会当看到警方巡逻，确保民众拢遵守防疫规范。I sindaci potranno disporre la chiusura al pubblico dopo le ore 21 di vie e piazze。dove si creano assembramenti。瑞士最近疫情真紧提升，就被死亡累计超过1800人。当局扩大防疫规范，包括自19起，所有公共室内场所，包括地铁站、机场、公车站等交通中心，民众一律爱挂喙罨。Et nous avons constaté que depuis ce changement, il y a environ 10 jours, une forte augmentation de nouvelles infections. On a dépassé vendredi le cap des 3000 par jour, avec un taux de positivité très élevé, en plus de 10%, 15% et des fois 16%. 捷克布拉格警方以催泪ga斯甲水条赶走数百位反防疫示威人士，至少20人受伤。18包括卡球迷甲冰球迷等示威者，伫旧城广场抗议政府的防疫措施，包含禁止运动竞赛、酒吧、餐厅关起来等等。另外，当局也搁规定禁止6人以上的集会，不过500人以内20人分批走，并且挂喙罨的示威活动是被允准的。不过，迄天多数的示威者拢无挂喙罨，警方宣布已经超过人数，违反规定，都开始赶离。斯洛伐克也有数百人上街抗议，反对政府的封锁等防疫规范。其中有一寡人家己讲是卡球迷，伫警方想要以水条、催泪ga스中断因的示威行动了后，向警方弹照头10月顶。俄罗斯疫情再度升悬，16起逐天新增确诊超过1.5万例。不过当局并无打算加强封锁。
领导宣布开放日本、塞尔维亚、古巴等3个国家的通航。东大疫区、波斯区即经900个人客表示，对防疫感觉真忝啊。Я думаю, сейчас уже все страхи. Кто переболел, кто еще нет. Думаю, сейчас уже не так страшно, как может было. 当局政府表示反对关掉产业，副总理格里科娃表示，保证形势艰难，不过无需要采取限制经济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下晡上届新的消息来看，国内早起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去宜兰视察铁路的建设，现场宣布宜兰站到罗东站中这轨高架化的计划开始评估。若高铁要通宜兰，经费就要用去1764亿，比较另外一项在咧计划当中的北宜直行铁路，开销加要3倍。苏院长也猜是讲交通部就要继续研究个详细，才来最后决定。来代替宜兰基不断视察东部铁路发展，行政院长苏贞昌当场采取协定交通部送出来宜兰到罗东之间代替高架化正式启动综合规划甲环评相关作业。若是高铁延伸宜兰，苏贞昌采取继续和北宜直铁并案考虑，因为经费1764亿是北宜直铁方案648亿的3倍，必须要谨慎评估。我个人从刚才这样听，应该是高铁比直铁来的整体效益好，但因为这个是要专案评估，所以我只能表示说，把这个案并同整个考量，我也非常乐观其成。苏贞昌表态乐观看待北宜高铁，若像有确定，路线由南港到宜兰要安怎规划，会行向顶礼拜日1388基3个首长的共识，离翡翠水库一水区较远的方案。南港到宜兰行车时间17分钟。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目前铁道局会针对北宜直铁甲高铁案继续评估。交通部嘛认为高铁效益较好，不过必须要新设宜兰站，地点有真侪方案要评估。高铁车站设在哪里？我们目前还在评估。所以各方的意见我们也都会来参考。那总之要对宜兰来讲，就整体的发展那是最适合的一个地方。交通部分析，北宜高铁路线比直铁近20分钟，提速效益较大，嘛无南港的部分用地拆迁。缺点是旅客若是要继续向华东爱搬车，所以若是会当甲即摆的宜兰站共过会较方便。不过细节还未确定，会多方评估，而且甲地方进一步来座谈。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看北部，这2日新北市政府开声咧争取宽纵捷运线的经营权。不过台北市郭文特市长是表明讲，啥人起大声，就是啥人负责经营才有理。交通部上好嘛，就要出面协调。另外讲到流行性感冒预防下民众烧钱自的情形，郭市长也表示，50岁到65岁这项暂时较慢做咧，这应当是有通。新北市政府争取捷运宽纵线的经营权，新北市长侯友宜话讲，家己的捷运家己负责，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运量无好，新北市想要把营运权提到转来。若台北市长郭文特是讲无啥可能，因为有实务上的问题。他说干脆他自己来自负盈亏就好了。像我这么伟大，我的政治原则不再留指数嘛，意思就是说该处理的就把它处理好。再讲一遍，同一条捷运线没有理由2家捷运公司经营嘛，这个一定会有争执的。包括我们的万大线，我们万大线前4个站是在台北市嘛，后面的站是在新北市，也不可能说先到进入新北市的境内，然后说请各位下车，我们要换车厢，不可能嘛。郭文特讲，爱交通部出面来协调，嘛强调讲，双北本来就拢有本位主义，上界理想的是啥物人先起，就由啥物人来营运甲负责，安尼权责会较清楚。针对这个月初5流感疫苗开始做了后，因为疫苗无够，中央紧急宣布冻点，引起不满。郭文特认为讲，50岁至65岁较慢做，问题较少。总的购买数比去年还多55万，不过以前是分批打，那今年它是同时开打。不过现在是这样的，既然它已经紧急做措施，50到65岁现在暂时不打，大概在分段打，大概问题就少一点了。他刚刚说他觉得是因为陈时中带头打，所以变抖了。那他们自己去瞧嘛。郭文特表示，台北市要是爱照步来，也就是高危险族群爱先做，若较少年的、较有体力的上尾才做。若敢是当确保每一个人拢做会到，郭文特认为讲，照目前的情形，自费爱1000至1400块，嘛无一定有货，即嘛要注文嘛袂付啊。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讲，早起中选会李进勇主委伫咧立法院报告讲，桃园市王浩宇议员，还有高雄市3个议员，第一阶段罢免的联署案拢已经通过。讲到顶日要求国民党所提出公投甲大选同日举办，还有反对美国猪肉顾全食品安全这2项公投，拢要举办听证会。李主委也表明讲，这是出自好意的安排。19中选会主委李进勇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而且备询。最近以来，高雄市甲桃园市有4件民代罢免案。李进勇指出，桃园市议员王浩宇，还有高雄市议员黄捷、高敏林、陈志忠，都已经通过第一阶段联署。黄捷以及陈志忠的案子都已经进行到第2阶段的联署的阶段了啊。那另外在桃园市王浩宇议员的这个罢免案已经第2阶段也审查完竣。最近立法院针对开放来客多班猪肉进口咧攻防，国民党伫咧9月底向中选会提出公投白大选，甲反来伫国是安公投2项公投联署，被拼赶伫咧明年8月8日公投日。毋过中选会16发议讲，要求国民党伫咧2届联署进前，必须要先召开听证会。叫国民党质疑讲中选会违背民意卡公投，嘛压缩着联署时间。李进勇回回讲，依法举办听证会嘛是好意来安排。中选会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资格，它可以对于公投的事项做实质的审查，它也不能够去加上人民提出来的案件它的一个先决的一个条件。这些提案，我觉得透过大家去检视，不管是说听证啊、公听会啦，然后专家学者来讨论一下那个题目是不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公投有意义，不要投完了之后事后又反悔。审查结果可能这个政策可能会被修正，也可能会被废止。目前这个政策是还没有做最后的一个确定。李进勇备询的时阵嘛，说明讲，反来伫公投属于重大政策复决案，目前这项政策也搁伫立法院进行审查，也未形成定案，真侪争议也是需要听证会来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顶会期发生立委受人诬洗的案件，也有助理人员牵涉在内。当有立委考虑到助理的权益，提案来修法，甲聘用的规范、薪水的题目拢写明。当然也有规定啦，公费聘请的助理，绝对是袂当借用权力去独立私人。对于早教就应该拿出诚意，在问题没有厘清之前，应该要立即停工。款团早起去农委会抗议，国会助理林素辉代表民众党立委赖香玲出席声援。事实上，立委助理的工作是非常的大，委员的质询、他的题材、他的内容，也要处理。第三个就是选民服务，比如说像今天像这样的工作，委员在立法院开会，我们就必须出来帮委员跑这个行程。国会助理秘书是立法委员的分身，除了伫咧外口走行程协助选民的服务，嘛喺伫咧办公室内底协助立委文政、质询，还有研究法案。不过薪水大部分拢是3万外块，做较久的资深助理，薪水嘛差不多伫咧4、5万块迄卡兜。那流动率悬，便来立委发生涉嫌食钱的代志，助理就真恶脱离关系。事实上，也承担了很多。政府跟民间之间沟通的一个管道、一个桥梁，那他是不是应该接受什么样的规范呢？他是不是应该不要避免说他成为那种白手套的工具呢？那制度上我们如何去防范这个部分？那在我这个条文里头，其实都有相关的设计。民进党立委黄国书表示，为了改善国会助理薪水低的问题，还有避免助理两项胖，因为安尼提出立法院公费助理任用条例草案，规定立法院应该编列资深助理加级，嘛要求公费助理袂当利用权力来蹭里头。如果资深的国会助理是不是可以有加级的制度啊？就在制度上我们来明定。那这个法案上个会期我有提。但是因为立法委员之间大家的共识还不够，所以在上一届没有办法通过。那在这一届，我大概做了一些修正。推动国会助理法制化了后，对民意代表来讲，一定会白卡白手。所以黄国书伫顶一届会期推动草案并无通过，今嘛这会期搁一届提案，民众党嘛表达支持，而且希望讲会当比较公务人员伫国会增加机要秘书的职务，来保障助理的薪水，还有严格的规范。若这会期敢会当通过专法，就要看执政党还有在野党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地方的消息，来讲，农委会宣布桃园新竹苗栗的田园停止灌溉了后，农田水利署桃园管理处也甲范围内600几位鼻仔的水门拢锁起来，佮安排人员固定去巡。这款做法也引起农民各种见解议论。
B 等的水闸门锁起来，水情食力。农委会顶地宣布，土地表地区停管。农田水利署、塘园管理处、石门管理处烦恼停管了后，农民使用 B 等的水源，陆续将停管区内600外口的 B 等水门锁起来，并且定期派人巡视。农民的反应无同。皮塘的水进去的话，锁起来就没水。那你既然要补助的话，没有水给我们的话，也只有是这样而已。1公顷14万是补贴在地主的户头里面，因为我们停水，造成我们代耕业者，也没有水，也没有收入。大家农民烦恼，目前稻仔是结上期，比停管都无法度收成。停管补助有可能进入地主的户头，实际耕作的人摕袂到补助，今年收入等于是0。水利单位表示，若有补助前期，会以实际耕作的人作为补助对象。现在已经进入整个旱灾的一个启动旱灾的一个机制哦，那所以说所有的水资源都必须配合整个水资源管理机关，还有包括地方政府来做一个统筹的一个管理。那担心说会有部分农民想要私下去取水，各工作站是把这个闸门关起来。那这部分我们警察局也会协助避免有这个不必要的这个零星的冲突。汤市长郑文灿表示，汤洪水情严重，目前虽然是第1阶段限水，保存 B 等的水源是用来欠水时紧急调度，也者民众节约用水，共度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中部，便拿中秋前后，彰化县的王京海道的巴楼，这2日海水甚至阁淹过报欢的码头，连港边的路面都积水。渔民嘛反映讲，真侪驶出港作业的树林牌啊，嘛去互海水陷到海去。气象专家分析，今年拄好就是5冬一摆，巴楼愈严重的时阵。县府特别提醒渔民，作业都要加倍注意安全。拄刚时期的画面内底，会当看到港区码头的车路，海水一点仔一点仔淹起来，超过爆花甲码头，几啊点钟了后，水就甲车路淹掉，真侪车嘛赶紧到港区驶出来。边仔海巡安检所就特别互海水淹过，就连海巡人员嘛讲，毋捌看过遮尔大的巴楼。潮水淹出路面已经淹到了我们安检所的一个2/3路基的地方。那我们呢也赶快装设我们的防水闸门，避免海水侵入我们的那个室内造成一个损坏。实际登来到现场，虽讲还未到巴楼的时间，毋过路呢也是会当看到海水淹过痕迹，也阁有真侪水窟仔。港区真侪塑胶牌仔嘛全部白条条。附近的渔民讲，虽讲逐年中秋的前后拢会出现年度的大楼，毋过大家拢感觉今年大楼的悬度是特别悬。迄水淹这涨起来，有原是甲迄淡淡迄种死啊。摆来走起来啊！哎呀呐，走起来你若去看着了，你若水打无来着。海巡呢，若无去注意到，规只就起落啊。专家表示，今年年度大楼超伫咧9月份至10月份，毋过今年拄着5年一周期的巴楼，互巴楼的效应变搁较大。每年都有一个年度大潮，是1年里面13个农历月里面最大的时候，每5年会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情形这样。海象中心表示，这是正常的天文现象。毋过，彰化县政府表示，虽然已经小连续完成淡化路边爆发体管，也是提醒渔民进行作业的时阵要加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昨日暗台南市连续地动3摆，但引起认得者中华医术科技大学学生咧反映讲，宿舍暗时11点过铁门就会倒锁，若当然有临急的危险，敢毋是无法度逃生咧？总是校方有出面说明讲，暗时拢有安排人员咧当值，要紧的代志即时会当排解。若管制总是为着学生的安全啦。台南17暗时11点外，连续3届的地动，互真侪民众是惊一跳。即马所有学生去网络顶讲，代志发生的时阵，中华医术科技大学宿舍的门锁锁起来，互学生无法度走出去。这个学校因为超过门禁的时间，11点就把门锁起来，处理有失当。我觉得需要，就是如果发生紧急事情的话，我觉得管理处要做出反应，可能把这些铁门打开，让学生走出来这样。10点过后，这里就那个铁门放下来，就会进不去啊。如果是要早点出去的话，也是要跟那个舍监讲一下。实际去学校的宿舍，学校强调讲，虽然门禁的时间，便若过11点，铁门都会关起来。不过平常时1楼的大厅，拢有学校的人员咧值班，加上每一层楼拢有干部。万一有紧急的事件，学校这边嘛会当随处理。我们这边5点开始到晚上12点，这边都有一个
射监老师在这边，因为如果只要跟射监老师讲，射监老师一定会帮他协助处理。所有楼层我们都有干部，然后干部就会反映跟射监老师讲。甲一般大学宿舍路卡出入的方式无同款，学校表示，只是嘛是用路卡咧出入。不过因为中华艺术科技大学是5专的体制，真侪1年甲2年的学生都亲像高中生同款。因为安尼，家长嘛希望讲学校这边会当严格管制夜间门禁的时间。针对学生质疑学校这边的做法，会阁甲学生来宣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东部的消息，7月时，南苏家才有旅客撞入去风景真水的野游国校内面，8人的机高的事件发生。几日前，煞又有在庄的民众陆续趁休困入去南苏佚佗的旅客，对学校的铁门空出来的举动。台东县教育处当嘛指责这款行为是真不当，讲若搁再有发生，就会考虑经法律程序来解决。南苏的野游国小，启用列做是全国10大上水的国校之一。建筑的外观是采用南苏原住民代表性的图，还佫有船仔的设计，为教室向外口看出去，都是美丽的海景。天气若好，还佫会当看到黄昏的红霞，所以清早吸引游客来遮佚佗。不过有当时嘛发生游客有走精的行为。顶礼拜6礼拜，有当地民众翕到4个游客为野游国小已经关起来的铁门爬出来画面，一个游客的衫还佫去交着铁门。当地民众批评讲，这款的行为是真无礼貌。那学校表示，学校逐天下晡5点至7点会开放给社区的民众来运动，那关门就代表是无开放。其实外面都有贴了白底黑字，还有红色标注，就是要提醒民众要在正常的时间进来。也有国小去互游客侵入的事件，毋若一届，7月份嘛捌去互游客走入去，爬机构伫咧做耍，这种行为实在是真害。台东县教育处强调讲，未来会考虑请警方协助巡逻。未来若是佫有类似走抓的行为，会考虑提出诉讼。如果还有游客屡劝不听，攀爬围墙，或是有些脱序行为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排除提出诉讼。台东县教育处表示，校园开放的期间是提供予社区的民众运动来使用，并不是佚佗。而且各间学校拢有家己规范下课了后开放的时间，呼吁民众都要遵守，而且使用的时阵嘛要爱惜公物。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教育来讲，去年开始实施高中生新的课程纲要，本地是望要加强学生解决问题的素养。不过实施到当煞有团体调查出，超过90%的老师拢表示教学的负担加重，甚至嘛有高中生家己发动联署，要废除新课纲规定学习历程档案的办法。早起到立委提醒教育部潘文忠部长，一幕拢得要细心正了解详细。它并不是一个好像民意调查，避免只是在过程过度发展的阶段反而产生他们有所畏惧，而未来在这样的一个长期追踪的调查，反而失掉它的真实性。教育部委托研究团队针对涉入108课纲的第一届高一学生甲学校来进行调查，不过初步的结果无公布。教育部长潘文忠去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进程，先对外说明，这是3年期的调查，目前也搁伫咧作业当中，无适合即马公开。108课纲开始1年，对课程规划、教学到考教制度拢出现改变，嘛，互真侪教师认为讲负担变重，希望会当增加教师权益，降低师生比。班级的编制2.25的这个编制是不是应该提高？之前总量管制限制后，大概有将近全国有1400多个这个员额是属于冻结状态，跟人事总处一同会商。那在上周院长核准，我们要进行逐年的员额能够做适切的调整。希望教师权益增加有机会，不过有立委指出，原本是想要避免申请入校的时阵变做军备比赛，不过即马所变做大学期拢在军备比赛，互学生真痛苦。有人发起连署废除学习历程，无到10天就有8000人支持。我甚至听到一学期有学生要准备40份。学生会没有压力，老师会没有压力吗？这是学校错误的做法，学校过度的要求学生，这才是认为造成学生无谓的压力。如果老师误解了，校长误解了，就应该讲清楚，因为我们所规范的这一些都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他所留下的这些作为，并不是为了这个额外再去创造去补习。因为少子化影响真侪大专院校呼吁推动公私并，部长潘文忠嘛伫咧答询的时阵确定指出，真欢喜看到这件代志，已经委托学界研究，预计11月份会有成果出来，会先了解整体的实务状况，再搁讨论修法还是特别法等等的相关研究。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医疗来讲，脑中风的病症发生了后，有3成的患者会连带引起脑部认知的功能各样的失智症。但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南口中坑病院合作，研究出血浆内底 DAO 生物标记这款成分指数若伤过悬，中风了后引起失智症的比例就会增加。这嘛是全世界头一遍新发觉的进展。国内逐年平均有8万人发生脑中风，就算好运活落来，也是有可能有机体功能退化等等的后遗症，甚至是有1/3会有认知功能的障碍。得到中风后失智症，复发性中风后失智症的发生率是更较悬，达到41.3%。目前医界也未找到治病基准。不过国家卫生研究院跟南口中家病院合作上新的研究发现，找到生物标记号做低型氨基酸氧化酶，简称 DAO， 而且干那抽血2 cc。得当预测中风后得到失智症的几率。中风以后呢，神经开始逐步的、陆续的一直发生病变。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酵素呢就会从脑部的那些脑区就会释放出来。研究团队表示，所谓的低型氨基酸氧化酶是一种广泛分布在中枢神经系统的加速，因为脑部欠血性损伤，会致使 DAO 的表现量增加。进一步追踪20个中风后失智症的患者，53个中风后无失智症的患者，还有71个健康的对照者。结果交叉分析发现，中风后失智症患者的血浆 DAO 的高度比健康者是悬1.5倍。如果它有增高的话，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就是脑部的一些发炎的一个状况，所以是可以作为一个标的。研究团队强调，这个研究是全世界头一届找到中风后失智症的生物标记，未来当进一步针对调控 DAO 高度开发中风治疗的相关药物，而且嘛提醒民众预防中风必须要控制3悬，而且保持规律的运动，才当降低中风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老大人爱看顾，幼囡仔嘛爱关心。来讲高雄前金区的大同社会主体，设计出全国头一打，有法度一平面提供幼儿临时托育，另外还有老大人社区照顾关怀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体。尤其临时托儿看顾婴仔这项，佫是24小时拢会当服务，应付少年爸爸妈妈，这也是全国头一打示范的社区。课堂上，阿公阿嬷举起双手，对着老师的口号进行律动。另外，隔壁栋的成员年纪真无同，出现年母陪着囡仔同齐耍的景象。高雄市社会局全国首创老幼服务的共识据点，希望会当串起3代共享生活圈。那这边很快乐，很健康。心情很好，小朋友很可爱啊。即使家里晚上，比如说有宴会啊、有尾牙之类的活动，也可以很放心把小孩子拖在这里。托育提供无份假日全时段24点钟服务，解决家长临时托児的需求。只要简单操作线顶有约平台，就会当予0到6岁囡仔受到托育照顾。高雄市前金区的这栋社会主体，楼骹包括研发照顾甲家庭幼儿托育，楼顶是中青社会主体，这款复合式的设计是全国第一处。长辈就说他们很想种桑树，对面有小学嘛，小学生总是会养蚕宝宝，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媒介，对，从开始种，然后到后面可以有一些的互动。那我们也希望说，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区或者是在一些适当的一个地点，能够扩张这个业托的一个托育，来提供更好24小时的服务。社会主体唔但是主体，整合式的服务，和青年家庭拍拼事业的同时，无需要烦恼厝内照顾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中部彰化鹿港，一个本地是咧生产茶树的厂商蔡坤培先生，因为本身爱啉咖啡，煞去投资50几万的设备，落去研究烘豆啊。经过3冬外，来摕到 WCE 世界杯烘咖啡豆比赛台湾选拔赛的冠军，有影是把兴趣变作专业。这个穿粉红仔衫56岁的人是蔡坤培，伊打败24个竞争对手，摕到今年 WCE 世界杯烘咖啡豆的比赛台湾区的冠军，真正是无简单。第一个当然就是意外嘛，毕竟我们同场较劲的那一些选手都是比了好几年了，我们就是第1年，就参赛然后就得到冠军了。
原本做建筑的蔡坤飞，因为爱啉咖啡，就家己为 YouTube 哪看哪学烘咖啡豆啊。了后，伫咧农会的产销班的辅导之下，伊无加开啥物学费，技术就达到比赛的条件。兴趣转啊变专科的，烘出真特殊的咖啡，啉落有水果的香气，成功来得到评审的肯定。最好的烘焙，我是认为说可以把它烘到不像咖啡，就像一个水果汁啊，当然要烘到这样豆子的属性也是很重要。加上你那个烘豆对机器的火候跟烘门的一个烘门就是就是说让它排烟的那一些设备有没有的控制也是有很大的关系啊。那鹿港真的是人才辈出啊！他今天也特地到府上来跟他道谢，也庆祝他能够在世界上的这个比赛能够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半路转道来做咖啡，阁得到世界杯比赛的门票。馆长甲店长大家拢甲伊祝福，希望蔡坤飞会当继续替台湾争取公赢。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彰化来讲，5冬前线西遮有一群少年家倒转去庄头，真心要宣传家己在庄肉粽甲海埔美丽的景致，也要甲丰富的海洋生态尽量销界出去。今年遮就开放民众来望蛤蟆，参加的人数有上千人的多。是谁抓的？徛踮彰化线西的肉粽甲海埔，恬静的海岸有美丽的景色。头咧咧就会使看到海埔的生物咧受水。线西的少年人为着推广肉粽甲海埔的美景和海洋生态，因成立组织一母海的小旅行，逐年拢举办体验活动，带民众认捌大海。尤其望蛤蟆的体验是真受欢迎。你的工具呢？你用什么挖蛤蟆？中秋节拄过去，沿海地区就开始起风起海涌，沙也一沿一沿嵌伫沙坡，将蛤蟆带到更较深的所在，因安尼来一粒一粒死去。所以养殖业者就开放民众来望蛤蟆，而且望到蛤蟆拢会使炸转去，免了1仙5银。会办这款活动，也是要提醒大家来海边佚佗，就要注意安全。我们肉粽角这边的海域有所谓潮汐的问题，那潮汐的问题主要就是安全啊，所以我们要来海边之前，我们规划活动就会配合时间。那如果你自己要来海边玩的时候，你就要去中央气象局那个潮汐预报表去做功课。线西这群少年人今年就举办8场望蛤蟆的体验，有超过3000人来参与。执行长黄敏嘉是讲，一开始用网络推广。即马民众食好斗相报，意思遮的活动愈来愈出名，也顺续带动地方的观光经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台湾屏东嘉东村有一片田啊，永过厝边头尾拢会去遐洗衫兼开工。买手因为环保甲安全的原因，田啊煞废掉。近来因为地方团体咧争取，又搁重新开放应用，真侪民众嘛搁再来体会哪洗衫、哪卫生古早时的趣味。伫水圳边一个大壳壳的水池啊，其实是屏东县嘉东乡的旧洗衫场。因过坐坐厝边头尾，会伫遮洗衫裤兼开工，占在地基地真大的分量。不过后来因为环保甲安全的问题停用，这个伫洗衫场联络感情的光景，可能都袂搁再看到啊。没有用水就没有人在这里，就是有洗衣服啦，有小孩子游泳啦。全台湾的客家庄有几个啊类似的洗衫场，地方的民间团体认为真有保存的价值，向县府拍拼来争取，总算通好搁重新启用啊，吸引侪侪民众搁来遮斗热闹、洗衫服、打水鼓。屏东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这个也支持，当然也感谢水利会交通工作站非常配合所以提供用水。除了洗衫场以外，嘉东遮嘛有真丰富的乐队客家文化，有真侪古迹、历史建筑，也个保存甲真好。嘉东文史协会也希望会当结合这个景点，促进地方的观光，也让游客更加了解嘉东的故事。包括有杨氏宗祠西站门张家商楼、萧屋。步月楼吸引我们台湾各地的游客，连国外的这些游客都会慕名而来。嘉东的洗衫场加强环保甲安全的要求了后，搁重新挖过来啊，嘛希望成做嘉东客家文化的新景点。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文化来讲，今年是雾社事件90周年。南投县仁爱乡合作村嘛和中部的中兴大学，还有建筑业界合作，一来打造出过去洗出原住民族躯体形体，大学生嘛来和原住民部落做伙复原过去历史甲文化的牵连，望通带动地方经济文化的进展。捧一条登去厝的路，赤流部落的赛德克族人，嘛是当年雾社事件为作甲后代莫纳鲁岛的查某孙，希望大家收起这段历史记忆。刮麻后，以米汤软化。很多孩子就想说：“哦，原来我们是雾社事件的遗嘱。重建就是一个是族群认同，还有自己的历史的故事，还有一个就是文化传承这一块。”赛德克族人的传统厝是半世纪，中兴大学甲赛德克族人建筑业者19伫咧中兴大学签合作意向书，要伫咧清流部落来打造一个会当大的厝，甲在地产业串联起来，互青年会当留伫咧家乡，嘛会当吸引游客来佚佗。传统屋的一些礼数，包含清流部落以及中原部落，一个观光产业人潮。今年是雾社事件90周年，过去中兴大学团队伫咧当地已经协助建构历年科技、饲保证的土地、部落产业发展甲传统文化传承的数位资料库。接落来就要透过实体设施甲产业链串联起来。原住民的一个家屋的一个文化园区，它的内部的本质是现代建筑。但是外部呢，是我们还是一样传统原住民，等于说在内外各有一个层次出来。结合三观学的力量，来打造无同款的原乡模样。清流部落的族人是雾社事件后代，希望透过科技甲文化心境，甲失去的历史记忆找回来，嘛创造新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嘉义民雄秀林国校有一个学生社团，专门咧教歌戏，其中扮演瑶池金母的学生今年才10岁。台湾话是讲甲写叫，校长嘛讲，望透过练习甲表演，培养囡仔的自信，搁有增加下一代对母语的热情。秀林国小的学生囡仔，伫老师的指导之下，当日为过两天的演出做练习。这个社团头先来成立，是为着要推广乡土教育。我是舞狮的，但是即马废社我就入来遮，然后就慢慢喜欢，就是因为兴趣啊，爱唱歌，爱跳舞。学校伫4、5当前投入资源经营这个社团，经过老师的指导，囡仔唔但愈学愈有兴趣，甚至常常有机会互人邀请出演。好看。好胜啊！为虾米？安尼会开始表演，演歌戏吼，伊台语有进步。无因为即摆囡仔是毋是，伊来讲台语就是用国语直接翻过，系啊，所以你有当时会感觉讲做好笑，伊毋知咧讲啥，系啊，来到遮的话，伊即摆会晓甲阿公阿嬷对话。好，每个人站好亮相。你为什么会跑到这里？学生当中包括新住民的囡仔，嘛是透过唱歌戏来练习台语。老师讲，囡仔学语言的速度真紧，不过发音阁需要调整。咬字或者是发音，就觉得很难吧。迄个咱喉头音，因袂晓发。好，像讲我，咱讲我，伊能讲我，嘿，因的喉头音这个部分，这个音对我来讲，我要甲因纠正较困难。活三了后，这个囡仔准备要做更较完整的练习。其中这位伴摇池金表的囡仔是10岁新住民的第2代，已经加入社团学3年啊，台语讲甲真标准。就是伊动作真水，但是足复杂的。加字甲发音，甚至唱曲，由老师的专业引导之下，和大人嘛感觉讲真正非常无简单之外。小朋友对咱的传统文化有兴趣。校长过去捌接受歌戏的表演团体，发现传统戏曲对推广母语真正有帮助。伊希望透过练习甲表演的机会，培养囡仔的自信，嘛顺续增加后一代对母语文化的热爱。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观众朋友，中央气象局表示讲，10月19这礼拜，因为东北风影响，东北部的天气会较凉冷，其他各地头暝甲日的温度也有较差。另外，早起8点，一片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形成，紧接沿岸就会转变作今年第17号的风台。过来，风台的外围气流配合东北风，影响东北部甲东部地区遮风这面，会阁继续变大水雨。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温度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3度到28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6度到32度；台南、高雄、屏东27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24度到29度；金马、澎湖21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